銀行上高等法院要求將一個死咗2年嘅富豪舉筆遺產即時破產。一個坐擁百億資產嘅豪門家族，啲子孫竟然集體玩失蹤，連1蚊律師費都唔肯出。曾經炒到700萬一個嘅小巴牌，而家跌到得返30萬，連中環中心都淪為提款機。呢個係2026年香港商業地產最真實嘅連環爆煲現場。交通銀行破天荒向小巴大王馬阿木嘅遺產開刀，背後揭開嘅係一場無人駕駛嘅吸血盛宴。睇返交行最新公布嘅2025年財報，集團整體不良貸款率表面睇好似得 1.28%， 好平穩。但其實呢個數字根本冚唔住商業地產壞賬嘅暗湧。澳門13酒店爆煲，交行借咗32億出去，最終酒店以4億賤賣，賬面直接唔見咗超過28億。呢筆爛賬只係前奏，銀行內部對呢啲巨額商業貸款容忍度已經去到極限。銀行今次向一個死人開刀，絕對唔係搞錯文件，而係一場精心計算過嘅止蝕行動。平時搞遺產承辦，親屬要開會啦，又要推舉執行人，再等法庭批文件，閒閒地都搞你2-3年。交行根本等唔切。馬阿木生前借到盡，玩極高槓桿，掃咗大量工商鋪，仲有中環中心嘅樓層。呢啲富豪家族嘅資產網複雜到你唔信。人死咗之後，啲資產隨時會俾後人轉法律啦，轉走晒。交行今次跳過晒正常程序，破例申請死者遺產破產，目的得一個，就係要1秒之內凍結馬阿木名下所有資產。破產呈請一出，未經法庭批准，任何人轉走資產都係廢嘅。交行要封死晒所有走資路線，費事俾其他2、3線債主捷足先登。銀行高層心知肚明，啲抵押品日日跌價，遲一步出手真係隨時連渣都冇得剩。呢部咁極端嘅法律行動，正正反映出中資銀行面對香港商業地產大跌價，其實驚到出汗。2026年香港商業資產市場交出咗一份令人心寒嘅成績表。小巴牌價由2011年高位780萬跌到2026年年中直線插水得返30萬，一張牌唔見750萬，跌咗96%。另一邊廂，中環中心最新成交尺價由2017年嘅33,000蚊暴跌到得返17,000蚊。全港甲級商廈空置率長期雙位數，連中環核心區都死火，租值連跌6年，完全冇反彈過。呢兩組冷冰冰嘅數字，徹底摧毀咗馬阿木嘅商業帝國。講到尾，一切都係借爆廠嘅後果。高峰期，馬家手揸600幾個小巴牌，賬面值50億。富豪嘅玩法永遠都係將資產抵押俾銀行，套現再投資，牌價一冧，抵押品價值瞬間蒸發，銀行即刻叫你補倉，交唔出錢，全面 call loan。小巴每日收翻嚟嗰啲散紙，對住筆天文數字嘅利息，根本係杯水車薪。現金流乾塘嗰陣，2017年向李嘉誠高位接手嘅中環中心就成為致命一擊。當年馬阿木買入13層，全層威到盡，但背後一樣係借到盡。今日租金同估值齊齊大跌，利息支出變成一個無底黑洞，資產大跌價，火速撳斷咗馬家條資金鏈。到咗2026年4月，星展銀行用26億接手世茂、許榮茂嘅中環中心6層樓面，尺價得17,000蚊。呢單大交易直接幫中環中心定咗個身價跌半嘅新指標。馬家後人最近都焗住以19,000蚊尺賤賣45樓套現。市場一有呢個低價參考，交行手頭上馬阿木嘅按揭即刻變晒資不抵債嘅超級爛賬，抵押品縮水快到嚇死人。新界郊區大把俾銀行扣押嘅廢棄小巴鋪滿塵，日曬雨淋。中環中心高層單位丟空，鬼影都冇者。交行高層望住份估值報告，知死啦！啲按揭隨時變廢紙，銀行邊有時間同你班家屬慢慢傾？
唯有上庭搶資產控制權，交行急住封鎖資產。但上到法庭，馬家後人竟然連一個代表都冇出現。原本應該坐滿家屬同律師嘅法庭，今日連一隻鬼影都冇。代表交行嘅大狀淨係可以對住張空凳講嘢，個官都冇符，唯有將單案係咁押後。律師信寄去家族大宅，完全冇人理，冇人簽名，冇人覆，冇人授權。呢種集體失蹤絕對唔係縮沙，而係一場計到盡嘅財務算計。同一時間，另一位已故鋪王鄧成波家族一樣係一身蟻。波叔個仔鄧耀升喺2026年短短3個月入面，連續3次俾財務公司申請破產，名下啲商場變晒銀主盤，4折賤賣。依兩大百億家族嘅後代，一個就集體玩失蹤，一個就俾債主瘋狂追債。呢個強烈對比，正正打破咗好多人以為負債只還嘅迷思。喺香港法律之下，有限公司清盤又好，個人破產又好，啲債係絕對唔會自動過戶俾啲仔女嘅。只要後人冇簽過個人擔保，銀行根本1毫子都追唔到。馬家後人就係睇中呢個法律屏障，決定躺平，乜都唔做。點解遲遲唔推舉遺產管理人呢？純粹係計過條數，家族成員一早對過內部盤數，發現啲抵押品早就跌穿咗貸款額，接手一個徹頭徹尾嘅負資產爛攤子，搞完一大輪清盤，啲子孫根本1毫子都分唔到。相反，做遺產管理人要搞成座山咁高嘅法律文件，又要應付四方八面湧埋嚟嘅債主，手續上少少出錯，隨時俾債主反告轉頭。面對呢條必輸嘅數，家族成員果斷選擇金蟬脫殼，將個爛攤子一腳踢返俾銀行。喺巨額虧損面前，親情同家族聲譽完全冇意義。銀行高層望住一堆搞唔掂嘅樓契，真係冇晒符。街外人以為富豪家族實有秘密資金可以翻身，現實係佢哋連1蚊律師費都唔肯再俾出去。爛賬留俾銀行，爛樓留俾市場。呢班富二代一早將個人資產同家族債務分得清清楚楚，企喺安全線出面，眼白白望住老豆個招牌俾人拆。槓桿斷裂嘅最後一步就係法庭頒布破產令，將馬木嘅龐大資產變成破產遺產。根據香港法例，破產管理處或者法庭委任嘅會計師樓會全面接管呢個百億帝國。呢班專業清盤人收費極度和味，逐個鐘同你計錢，不特止賣出資產仲要抽佣。喺法律上，清盤費係排第一位還錢嘅，惡過晒其他冇抵押債主。呢場根本就係合法嘅吸血盛宴。專業機構接手爛攤子，邊會同你講感情？邊會理你以前幾威？清盤人嘅首要任務就係盡快將資產套現，用嚟出糧俾自己間會計師樓。佢哋根本唔會等你樓市復甦。一件原本值1億嘅商廈，買家出3000萬，清盤人直接撲除賣啦。總之賣樓啲錢夠找清盤費就得，剩低啲債主分到幾多，關佢鬼事咩？呢班局內人計數最叻，容易賣嘅香港物業賣得七七八八，剩低啲豬頭骨冇肉食，佢哋就果斷停工，冇錢賺，清盤程序即刻終止。呢種極致嘅操作，最終將啲實體資產推向徹底凍結嘅死局。馬家喺內地同海外仲有大把地皮同投資，清盤人一停工，揸住呢啲資產嘅香港空殼公司，連幾千蚊商業登記費都冇人交，周年申報表冇人理，公司戶口全面凍結，冇人簽名做決定。內地啲地皮生晒草，地盤變爛尾樓，擺得耐就俾當地政府依法收回。香港核心區嘅寫字樓一樣死得好慘，冇人交管理費，即刻俾人釘契，大門鎖上鐵鏈。曾經極度風光嘅小巴大王，留低嘅商業帝國，最後變成一堆搞唔掂嘅鋼筋水泥。
銀行收唔返條數，家族後人乜都冇得剩，清盤人就賺夠離場。呢件事徹底打破咗大家以為富豪總有辦法翻身嘅迷思。資本市場嘅邏輯從來只有冷冰冰嘅盤數，冇奇蹟可言。百億身家嘅小巴大王，抵押品一跌穿境界線，銀行照樣喐手清盤。呢把 Call on 嘅屠刀，今日斬向頂級富豪，聽日一樣可以斬向每一個孭住高息按揭嘅普通人。今日拆解就到呢度。